准讲咱有一句话要用电脑送互人，要安怎送？就甲字母转做数字，日是6，A是7，U是18，这是3，A是7。安尼要送牛早，就是送6、7、18、3、7这5条数。毋过咱有惊人偷听，所摆要先编码，先经2条数数 B 甲 Q， 比如讲 B 是5 ，Q 是11，甲因乘起来，乘做 N 是55。过来就算 N 的 Euler 拖线值，这个值是凭 N 较细小，看有几个甲 N 相数。因为 N 是2条数数的积，伊的拖线值有一个头食步通算。就是8减7乘 Q 减7，伫咱的例内底是40，伫凭 N 的phi 较细的数内底，经2条数 C 甲 D， 互 C 甲 N 的phi相数。比如讲3，来看逐条数先 C 了后，分互 N 的剩数，看倒一条通剩7，迄条就是 D。当 C 甲 N 通讲互人知，要寄一条数 M 互你的人，就先用 C 甲 N 来甲 M 编码。编码的法度是 M 灭成 8， 才剩 N。比如讲，要送1，就是6灭成3，乘做216。216剩55是51，就送51。咱收到51了后，就用 D 甲 N 来解，法度相像，甲51灭成 D， 才来剩 N。D 毋通讲互人知，人若知，就会当偷听。总是 B 甲 Q 嘛毋通互人知，若知就会使甲 D 算出来。你讲看到 N 是55，煞袂晓算 B 甲 Q 是5甲11，迄是因为 N 无够大。若亲像遮尔大的 N， 就学得算。迄帮阵用千外台电脑算2档才算出来。这个编码的法度叫做 RCA。